一滴水都唔使放個薑葱焗魚腩，原來咁好味，我兩個老闆娘都搶住食。又嚟咯，妹妹，下面幾個關鍵步驟你睇住啦。準備一嚿呢種魚腩，叫買魚佬呢咁樣喺中間割兩刀。如果佢唔識呢，你攞呢個視頻俾佢睇。再準備啲薑葱，俾一羹鹽落去，再用左手揸出啲薑汁，加入清水浸佢10分鐘，咁樣可以增聲去香。再準備啲蒜蓉、薑粒、葱白、豆豉，我哋要揀呢種陽光豆豉，佢同普通嘅豆豉係唔同㗎，呢種係用薑曬出嚟嘅，更香。淋啲滾油，激發出香味，再俾啲鹽、砂糖、生抽、蠔油。呢個汁蒸鮑魚龍蝦都可以，記得收藏好啦。再倒入魚度搽勻佢，加翻啲生粉。拍視頻真係唔容易㗎，俾個愛心支持下你，唔該晒大家。再爆香啲料頭，放入熱好嘅魚，細火焗佢6分鐘，再淋一圈燒酒就 OK。咁樣整個薑葱焗魚頭真係超正啊！快啲試下啦〜